大家有冇試過打開 TradingView 或者交易所，見到個圖啊，好似心電圖咁樣，一堆紅紅綠綠嘅蠟燭啊，係完全唔知做緊啲咩事啊！甚至啊，有啲新手啊覺得啊，係唔係我睇得唔明呢啲紅色、綠色嘅蠟燭，我就係識得交易咧？咁好明顯就梗係唔係啦。咁但係啊，如果你連呢啲所謂嘅蠟燭 K 棒你都唔識睇啊，咁嚟緊後面我再講嘅所有咩技術分析啊、咩 POC 啊、啲咩支撐壓力啊嗰啲，就完全係完全唔知做緊啲乜嘢噶啦。咁所以今日呢條片咧，我就會由零同你講乜嘢係 K 線，帶你去睇得明呢個 K 線圖。至少啊，起碼你過完呢集之後啊，你唔會覺得呢一堆係外星文啊。好，咁 K 線到底係咩嚟嘅咧？K 線好簡單啦，你就係要記得佢係一個記錄咗喺某一段時間裏面價格啊發生過啲咩事。你可以理解成為呢啲 K 線咧，係好似一個記錄市場情緒嘅紀錄片咁樣。每一支 K 線啊，都代表一段時間。例如我而家睇緊嘅係5分鐘嘅 K 線啦，即係呢一支蠟燭裏面就代表有一個5分鐘喺入邊。咁分別有1分鐘、5分鐘、15分鐘，有15分鐘嘅，不過我冇1個鐘、4個鐘、日線、週線，甚至有啲咩咧？15分鐘啦、30、45、4小時、3、2、1月、3個月都有嘅，唔同8萬咁多種時間分成啦。咁就算點都好。你撳咗嗰個就係即係代表呢一支 K 棒入邊嘅時限包含咗幾多時間喺入邊。我而家撳5分鐘咧，咁呢一支 K 棒咧就會係包含咗呢5分鐘入邊發生嘅事啦。而呢支 K 棒佢代表嘅嘢就係呢段時間入邊嘅開始價格、最高價格、最低價格同埋結束價格呢4個數據，從而去變成一支完整嘅蠟燭嘅。咁 K 線咧，基本上就分咗，再細分咧就有分2個部分嘅。一部分係實體嘅部分啦，你見到例如呢支好明顯，你見到一支成支綠色咁嘅一條嘢喺度啦，粗身嘅呢個部分就係開盤同收盤之間嘅距離啦。而呢支針上面同下面，我哋分別叫上面嗰支叫做上影線，下面嗰支叫下影線，就即係代表價格曾經去過嘅地方。咁就例如啦，呢個以太幣5月28號嘅夜晚10點10分嘅開盤價就係1980，而喺呢5分鐘裡面，佢曾經去過佢嘅最低點係1974 around 啦，然之後最高點係去到1994呢度，1993，最後收盤價為1992.89嘅。咁你就會見到啦，佢曾經向下走完之後拉翻上嚟，然之後唔係喺最高嘅地方收翻落嚟少少。咁呢5分鐘基本上就係咁樣記錄完，話俾你聽哦。所以佢而家嘅價格就會喺1992啦。即係如果當日嘅22點15分，咁佢就會喺1992嘅呢個價格度啦。咁然之後咧，蠟燭咧其實係有分2種嘅，綠色同紅色啦。但係千祈唔好記顏色，因為香港咧就綠色就係向上，台灣我冇記錯應該有啲人係紅色係向上，綠色係向下嘅。咁呢個就唔好用顏色去分別，但係如果你係香港嘅話咧，大部分綠色都係升噶啦。咁向上綠色啦，向下就係紅色一樣嘅。綠色呢支就叫陽燭，紅色呢支就叫陰燭。咁最簡單去理解呢嚿嘢就係綠色嘅蠟燭，即係陽燭啦，就係買家贏；紅色嘅蠟燭就係賣家贏，即係 sell 啊賣。但係大家都要記住一樣嘢，一支陽燭唔代表佢一定升，一支陰燭亦都唔代表佢一定跌。記得之後會教埋點樣去睇前面嗰啲結構啊，
走勢啊，有咩呢個盤整區域啊，有好多唔同嘅嘢嘅。咁但係其實咧，影線咧其實就好有意思嘅，因為佢咧亦都真真實實咁反映咗呢個市場嘅情緒。例如有長嘅上影線啦，例如呢種啦，你見到呢支，你睇下個軸身係咁樣樣，但係你見到佢支線，佢支上影線有幾大支，成支避雷針咁樣樣。咁就即係代表啊，曾經價格有升過上去呢個好高嘅位置，但係最後啊，直接啊就俾人打翻落嚟啊，俾人沽翻落嚟，亦都可以理解成為上面呢一個 area 有好多嘅賣壓啦。咁你見到以太呢一個2096啊，即係接近2100嘅呢個位置係好高嘅賣壓，所以直接就俾人壓翻落嚟啦。而啊調翻轉，好似呢一個咁樣樣長嘅下影線，就係代表啊價格曾經跌咗好多啊，但係俾買家買翻上去，亦即係代表下面例如呢個位置有買盤支持呢個位置。亦都係你哋之後會知道，即係呢啲就係支撐啦。你又都可以咁理解成為啦。咁重點咧，基本上你就可以理解成為下影線就係下面有支撐啦，上影線就係上面有壓力，就係咁簡單。咁下一條片咧，我就會再去細講唔同嘅時間週期，加埋今集少少嘅呢個 K 牌嘅概念啦，咁就會講唔同嘅時間週期又代表啲乜嘢啦。好，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